我们分手吧。刚子哥，你回来了。人已经走了，就别太伤心了，节哀顺变吧。啊。冬梅，我2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爷爷奶奶那去了，是奶奶把我养大的。我本来想着，等我以后有出息了，好好孝敬孝敬他，没想到他却走了。走的时候就一口薄皮棺材，心都要碎了。有时候我特别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无能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改变家里的状况，否则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，更对不起去世的爷爷奶奶。我理解你，我知道你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工作。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分手？分手。冬梅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甚至想辞掉工作。我觉得你太不理解我了。刚子哥，只有我们俩分手了，你才能好好的在银行工作，你才能让你的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冬梅，你不爱我了吗？爱。正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才决定分手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原以为我们2个人能一起白头偕老，共同走完这一生。可是事实不是这样，你想要的一切我一点都给不了你。我想让你幸福的生活。冬梅，你怎么？我已经做出决定了，就这样。冬梅，刚子哥，祝你幸福。冬梅，你坐吧。哦。冬梅，你今天请我来，是要劝我放弃韩刚吗？玛丽，你错了。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跟韩刚已经分手了。我跟韩刚分手，一是想让他安心的在银行工作，搞好他的事业，早日实现他的理想；二来呢，也是为了他的爸妈、他的家庭，尽早改变现状。可我还是不能理解，冬梅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爱韩刚爱得那么深吗？
难道现在就轻易的放弃了？玛丽，你还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对爱情进行过讨论吗？在你看来，你觉得爱情是人类感情中最自私的？我说错了吗？爱情就是自私的，就是排他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。我认为，如果真正的爱一个人，就要为他付出一切，就不会有什么索取和回报之心。所以，我现在把韩刚让给你，我是希望他能更幸福。冬梅，你真的能做到从韩刚的生活中消失吗？能，我答应你了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后悔的。玛丽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能给予韩刚所要的一切。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我会在很远的地方祝福你们。我希望你们能幸福，希望韩刚能幸福。冬梅，谢谢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珍惜的，我会让韩刚幸福的。冬梅，非常感谢你。冬梅，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霜打了？冬梅跟我分手了。什么？冬梅跟我分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楚芬，他说什么？冬梅跟他分手了。是冬梅提出来跟我分手的。老板，干嘛呀？等我过去一趟。慢点儿。冬梅啊，哎，爷，冬梅，哎，不进。叔儿，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在家呢，闺女。哎，我和你姨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和韩刚分手了。说是你提的，是那个臭小子逼着你提的吧？不是啊，叔，不是他逼我，是我提出来的。我们家对不住你呀，孩子。我们家是罪人。别，叔，您别这么说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吧，是我对韩刚没感情了，是我想分手的。你这说的不是心里话吧，冬梅？姨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强有的瓜不甜，就这样吧。你说你这个孩子，你干嘛老是苦着自己为别人想啊？没有，
我这也是为自己想，真的，叔，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那什么，你看我这正要上夜班呢，要不然您那我走了。您慢点啊。哎。妈，妈，冬梅怎么样？